花甲沙风台已经去到香港路，伫半暝嘛发布风台警报，也毋过所有民众去海边看海景，有一对母仔囝伫个海影降起，加再有风救回来，目前人是搁伫加护病房。 香港的沿海出现大影，树仔风吹到东岛西外，甚至规丛风漫起来。今日全球上强的风台花甲沙，以每点钟200公里的速度，对香港以南100公里外驶过。因为风速真惊人，有可能变作香港7年以来上有破坏力的强烈风台。当地天文台伫24透早2点40发出最高警戒的10号风球，而且停班停课。 但是，就伫个花甲沙风台愈来愈瓦近的时阵，有一个火影衫的人，所伫迄个时阵走去茶湾的报花要看风景，结果妈妈和囝2个人互大影扣走，好甲再互经过的船只甲因救起来。只是互因救起来的时阵，2个人拢已经昏迷，目前搁伫个加护病房伫观察。但香港嘛是真侪人走去海边和街仔路去感受风台。我不用上班啊，所以没有什么影响，就是过来。 感受一下台风，但是不是很巨大的台风，有一点失望。因为花甲沙愈挖愈近，互香港居民拢真惊吓，一直咧想买物件，超市架顶的物件拢封锁了。花甲沙暗算是对中国的广东登陆，第同一天嘛敲响深圳，除了雨势真惊人，路边的树仔和脚踏车嘛拢互透风敲个倒去。有民众想要逆雨线过车路，所以因为风收头只会当压雨快速通过。但嘛有民众感觉讲无伤大的危险，带囡仔出门要体验大风大雨的风台。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。